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好，那真欢喜，搁甲大家做伙来伫遮组织伫遮来做伙，吟诗来阿罗上帝。咱即马来做伙认识今仔日两首圣诗当咱吟诗时，也恳求圣神甲咱支持，愿圣神感动咱。第一首诗歌是伫圣诗第116首，道成肉体来出世。这首诗歌。是台湾的牧师蔡正道牧师伊所写的歌词伊是要描写耶稣得成肉体来出世，为着人类来受苦，也是一个像各各他山顶迄种沉重的迄种心情。伊伫写这歌词的时阵，迄个蔡牧师伊要试着去揣摩去想耶稣伊是安怎会甘心承受即种苦难，为着咱人类伊来放弃咱伊来舍弃家己的迄种心境迄种情景，尤其是伫咱看到伫歌词内底，伊有写着伊伫各各他的山顶，伊会长愤怒，伊切切冷风伴伊苦渡，咱看着即种情景是。真孤单真艰苦的一站路程，伊的是一个真沉重的压伊的肩头伊嘛沉沉的出清汗咧直流。就亲像伫约翰福音第19章17节安尼写讲，耶稣出来爱着家己的十字架，到伫头壳碗，就是希伯来文内底讲的各各他这个所在。咱伫安尼来想象，伫耶稣受着审问、鞭拍，受着虚人的是迄种辛辣、迄种真真心力交瘁迄种情景会让知影讲，即段苦路呢，真正是真对耶稣来讲是真漫长、真痛苦的。但是因为着要听咱正世界，为着咱的罪过，伊愿意来行即段苦路。这首诗歌伊嘛真趣味的一个所在，就是当蔡正道牧师咧写这个歌词时，伊心内有伊一种想法，就想要用台湾的迄种歌戏的迄种曲调来唱这首诗歌，对。对，咱袂当讲口调，咱讲歌戏啦，台湾的文化。拄好迄个时阵呢，台湾一个有做真侪诗歌的作曲的家迄一个朱老师伊读了蔡牧师伊即种写即首歌词的迄种心得了，伊嘛谱写即首旋律，也是拄好，就亲像台湾的歌戏的迄种调，咱等下唱就会知影。伊讲用安尼迄种，就亲像新歌对来讲，迄种真哀伤真苦楚的迄种心情来唱这诗歌，为着是要互咱来唱这诗歌的时，会当想象着耶稣伊的痛苦，但是伊有疼咱真大，疼咱的心，伊犹原要来完成伊的任务。最后一段歌词，伊有安尼写讲：救赎的脚印，步步行。步步行出主的听，这嘛是蔡牧师希望咱伫读了新约的福音的时，当咱读到这经文的时，会嘛会当决断来愿意来顺服，来成全，来奉献咱本身来献做偌济，会当来荣光俾上帝。咱就来请做伙来吟这首诗歌，用一种大家拢知影，这像歌戏迄种调安尼来唱。为了救赎海南大。
咱唱第二站，咱来练习者，哦，这种调，咱大家真无熟悉，哦，我嘛真无熟悉，咱做伙来练习，吼，咱来唱第二段好。茫茫上呀乱踏步，人定世事了心波。既然讲完受了苦，就得顺摊做牛工。点点世界花变老，点点情话点点老。我把苦做滚来包，一步一步不白头。有较好啊，咱第三站。就像脚呀步步行，步步行处处会命。为了做人变是命，现在阮变讲落车。做下好条咱分地，我梦是假。梦心本心做阿姐，就怕缘分白相陪。好，这是第一首诗歌，咱练习第二首诗歌是伫圣诗第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主的福音真道理。这首诗歌的大家都较熟悉吼，伊的旋律真简单，但是伊的歌词也真重要吼。伊的歌词呢，就是以处伫加勒泰书第5章第22到23节，就是希望咱会当结出圣神的好果子，就是有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准则。哦，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教示。但是讲，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実。哦，希望咱着听探主的道理时，借着信仰甲行动，希望咱大家都能结出真好、真水的圣神的果子。歌词内底嘛，恳求圣神来扶持、来帮助咱，互咱的信德、咱的信仰会当拿加天。虽然咱当拄着世俗俗情的时阵，可能会受到威胁，但是可能咱若囥伫后壁，咱若专心坚定咱的信仰，互咱毋单是听道理尔，嘛会当行出伊的道理。咱来做伙来因这首诗歌，主的福音真道理。主的专心地主无三年，咱即马准备先来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是总会教社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代祷。
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用油抹我，互阮传福音互丧向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上关的出监牢，报告上主欢喜的年，甲咱的上主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用花无想死衣来替皮肤。欢喜的油来替悲哀，乌鲁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亲做公义的树，就是上主所知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三甲来吟诗乌鲁上帝，圣诗116首，请起立。
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亚多人来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落伊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信国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3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我靠君王，因一个断气就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棒受冤家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着称赞上主，同心来祈祷。永远的全能上帝，独一的精神，阮的主，阮的王，你的慈爱何等的宝贵！你是阮的招盘，阮的拯救，你是阮的避难所。伫你的内面，阮的心决断无摇动。全地的主，你的手大有权能，坐伫宝座顶治理万国。你的权柄统管万有，荣耀直到万世代。阮倚靠伫你膝的印影下面，因为你殿内的丰盛得到饱足，因为啉你所赏赐性命的水泉得到喜乐。伫你的光内面，阮得到看见，阮的心静静无声，专心听候上主，听候你的救恩临到我的心。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深深得罪你，阮心中的意念，你对远远的所在就知。阮本身就是软弱的罪人，无法度靠阮家己的意志来成做完全的人。虽然有愿意的心，却定定无法度赢过肉体的私欲、甲目睭的私欲、甲人心的骄傲。求你怜悯阮，因为阮不过是土粉。上主捌讲，恁着归伫我来做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对万百姓的中间分别恁来归伫我。主啊，阮愿意诚做圣洁，归向伫你。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话语，互阮认捌真理，而且活伫你的救赎恩典内面。基督的疼，甲十字架顶的救恩挽回阮，互阮会当好胆来到你的面前，通受怜悯，对阮及时的帮赞。当阮行乐伫软弱中，面对试探的时，也是心中骄傲的时，求你提醒阮。若无你的同在，阮就甚物拢袂当做。求你借着圣经来教示阮，互阮对别人的灵魂得救有负担，也真实照主耶稣基督的教示，互阮得到真实的信仰，因为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性命。亲爱的主，今仔日也是总会教社奉献主日，
阮感谢你呼召你的教会，毋领组织伫礼拜堂内底来敬拜你，搁较要伫社会中见证你的疼甲真理。感谢你设立教会甲社会委员会，成做教会伫陪伴弱势、守护环境、追求公义甲和平的器具。主啊，阮知这事工需要你所赏赐的气力甲勇气，也需要众人的支持、带导甲奉献，成做推动社会更新甲转化的力量，来荣耀你的名。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只是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供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3章第7节到14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231页。第7节，若是平素做我的日个，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粪扫，是爱得到基督，来长长踮伫伊，毋是有家己的义出伫律法的，就是有对信基督的义。上帝为着信所想事的，互我捌伊甲伊国外的关联，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看话得通到伫迄个对世人中的国外，毋是讲我已经得着，也是已经完全，独独走正前。看话通得着基督耶稣的，所以得着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着，独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插的标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请得言牧师讲道题目是换新的动力。三甲做伙来祈祷。恩典的爸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感谢，阮也愿意将过去一礼拜阮所承受，无论欢喜、快乐、艰苦、忧心，拢伫即时带到你的面头前，放落伫你的宝座前。求你的恩典甲阮三甲支持，互阮通过敬拜，三甲做伙学乐，重新得到快乐。来跑走，搁过来一礼拜，阮着跑走的路程，互阮时常伫你的面头前领受你的恩典，迄个标来跑走，满有望快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今年对教会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年。迄个年。毋是因为伫社会有啥物扰动，毋是伫世界有啥物款的无共款。迄个年对今年对教会来讲，是咧纪念尼西亚圣经1700年。伫1700年前的主后325年，为尼西亚大会中间，定今仔日全世界教会。拢三甲做伙接受咧告别的一个尼西亚圣经，毋是干那安尼尔。伫40年前的4月11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所以1985年到今年大有40年。咱今年其实伫教会内底，毋是干那咧庆祝。迄个宣教160周年，更较重要的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40周年的纪念。因为伫40年前，对伫1977年发表人权宣言了后，教会内底有真侪的纷扰。伫迄个所在，去拄着讲到底什么人是咱的主？是执政的执政党真做咱的主，咱咧听伊。照伊的命令来行，也是咱教会的主，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所以伫迄个时阵，伫遐来通过1985年4月11日的总会通商议会，伫遐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但是咱要问，这个信仰告别对咱到底有甚物影响？对咱家己？每一个人，也是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属的教会有甚物款的影响？
是伫礼拜中间可能有一个礼拜，咱用伊来告别咱的信仰，安尼尔。啊，是迄个诚做咱生活内底真重要的一个生存生活的一个根据。特别伫迄个信仰告别到上尾一段，咧讲到人的时阵，到尾咧讲，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白，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世界诚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但就顶到教会信仰告别，用这段上尾用安尼来诚做伊的结束，要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但是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敢有时常照着这种的告别来行？咱敢有伫基督内底诚做新创造的人？也是咱犹原受着最的束缚，伫政治上受着拿劣败这种色彩的束缚，无法度有自由平等的思想伫内底。也是讲伫经济上，咱犹原敢若想着讲经济发展要趁大钱。袂记你讲，耶稣基督时常咧看顾，时常目睭遐个弱势、智微细的人，伫遐咧关心因。咱犹原受着这种社会风气的束缚。其实，教社奉献主日，是要搁一遍来提醒咱着搁倒转来反省咱家己的信仰。伫这个世代内底，咱的信仰是诚做。咱的读爱，也是讲咱的信仰，是要搁再一遍来讲起有上帝的荣光、上帝的形象伫咱的内底。其实，咱时常会拄到的挑战，是咱的信仰敢有迄种疾病乱投医的现象。看到信仰的改善。好，亲像看无着成果了，无咱来换一个。伫信仰追求的顶头，其实咱嘛会去发现着讲，真侪时阵，咱有即种疾病乱投医的现象。2013年，台湾有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的即个组织，伫遐有真侪活动。真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长老、信徒，因为咧追求伫人权宣言内底咧讲要互台湾成做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已经经过真久打拼，改成无法度来实现的时阵，真侪人入去到伫即个台湾民政府的内底，包括咱真敬重的高准明牧师嘛加入即个团体。迄个时阵，我看到高牧师加入即个团体，然后即个团体伫台南的东门教会咧举办说明会时，我甲迄个时阵的总干事张德强牧师讲，这无处理袂使，无处理会出代志。所以迄个时阵，总会有发表一个声明，面对台湾民政府的态度。迄个声明发出去了后，真侪人敲电话来甲我骂，你哪会使安尼咧讲？但是到尾，即个台湾民政府的主持人林志升去用诈欺来办理，因为伊去骗钱，伫迄个所在讲，你若摕到台湾民政府的迄个身份证，你去美国你就会使呐，摕迄张你就会使入关啊。敢真正是安尼咧？伫种个内底，有当时咱会因为咱想要达到的目标，伫信仰顶头想要达到的目标，咱无法度达到，到尾伫遐阵安那疾病乱投医，咱袂记咧讲，咱爱坚持什么？甚至有当时因为即种无法度达到，伫信仰顶头、伫生活顶头、工作顶头无法度达到，
咱会感觉迄种无力感。到尾就伫迄个所在哀叹讲啊，无效啦！真济代志伫教会内底咧啊无效啦。袂记你讲，咱的信仰是啥物？咱的上帝咧讲，爱咱学习的信仰到底是啥物？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腓立比书的第3章，伫迄个所在，到尾咧讲起讲，我要安怎？我就专一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往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往目标直直走，有当时伫咱的生活内底，因为拄着的挫折、无力感，互咱感觉讲无效，袂记咧讲目标到底是啥物？信仰顶头，咱咧讲的目标到底是啥物咧？是搁较幸福，是搁较趁大钱，也是讲啊，咱爱有敬虔，咱爱悔改，咱爱有祈祷，爱三甲参与礼拜，爱有交易，甚至有个人讲，你爱有 QT。啥物叫做 QT？ Quiet time， 安静的时间。当时咱咧讲啊，这就是目标。其实这拢是咱咧往目标其中的一个过程啦尔。咱的目标是啥物？信仰的目标，其实就是伫主祷文内底，当咱逐遍咧念主祷文的时阵咧讲的讲，愿你的国临到，伫地人亲像伫天里。咱的目标是要追求上帝国的降临，但是时常伫这个过程内底，因为咱迄个过程中间，咱所做的代志，好亲像无达到咱设定、咱所想的，咱伫遐来失志，咱伫遐会急病乱斗意。咱看到，伫今仔日这段腓立比书3章第7节到14节内底，保罗伫遐咧讲起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伊伫迄个所在咧讲目标是啥物？保罗伊家己为着家己所设定的目标是啥物？伊伫迄个所在咧讲我所爱是认捌基督，搁体验伊搁我的大权能，甲伊做伙受苦，经验伊的死。3章10节内底，伊去讲到着即种的目标。伫迄个所在咧讲，伊所爱的是认捌基督，搁体验伊，搁我的大权能，甲伊做伙受苦，经验伊的死。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内底，咱敢有掠即个做目标咧？啊，是咱的目标讲，就是讲，互我安那免受到灾害，互我一帆风顺，互我信耶稣了后，事事亨通。但是，咱知影，信耶稣了后，袂事事亨通。信耶稣了后，犹原会拄着挑战，会拄着试炼，会拄着真济你想袂到的代志。信仰就是伫这个时阵，要安怎帮助咱搬过这个试炼？要安怎帮助咱搬过这个挑战？迄就是伫苦难，伫分担伊的苦难，伫经历伊的死，伫安尼的中间，咱去经验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啥物？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毋是伫个所在咧祈愿，你若甲我安怎，你若甲我保庇，我就要做啥物来回馈？毋是，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就是要怎样伫咱的一生中间去学习，要甲基督同生共死，互咱的心愿意安尼咧做。耶稣基督受苦，咱嘛学习安尼来受苦，为着其他的人，为着
边仔的人，咱愿意安尼来受苦。有真侪时阵，咱会袂记得，毋是干那讲，伫迄个所在咧讲当生受苦尔，甲基督当生受苦尔。另外伫14节的所在，14节的后半段，伊搁伫迄个所在讲，为着要得到属天的性命，为着要得到属天的性命，咱甲耶稣基督当生受苦，就是要为着要得到属天的性命。迄个性命是有上帝形象的性命。就亲像创世纪内底咧甲咱讲的，讲上帝的气分伫迄个内底，伫遐，互伊就有活命。咱要爱追求的是上帝的气，迄个形象分伫咱的内底，互咱活出来是亲像上帝共款。毋是安尼尔，咱迄个属天的性命，就是追求上帝国降临伫即个地上的性命。上帝国降临伫地上，有当时咱看起来好像真悬、真远、真远的代志，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得，伫马太福音25章内底，耶稣伫迄个所在咧讲迄个照顾人无衫穿的人，你互伊衫穿；无水啉的人，你互伊有水啉；关家的人，你甲伊探监。伊伫迄个所在讲，做伫遮的姊妹社一个人的身躯顶头，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头。但是有当时，咱有看到无衫的人，看到遐个喙焦的人，看到遐个孤单的人。现代基督徒时常会用的方式，就是讲，你要爱偌济钱，我互你啦。有当时基督徒因为上帝的祝福，互咱的经济伫遐有提升了，咱袂记咧讲，咱是要去陪伴，是要陪伴，毋是讲偌济钱，我用钱来处理，安尼我就免安那，我就免搭落去，我就免付出我的时间，我就免付出我的精神，毋茫用钱会使伫遐来解决。耶稣基督毋是安尼咧讲的。伊是要讲迄个上帝国的降临，就是好亲像上帝将伊的独生圣囝伫遐来，互咱共款道成肉体。咱今仔日咧学习的，其实嘛是一个道成肉体的信仰。所以伫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的内底，伊伫遐咧讲起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咱的价值要安怎优腾。价值要安怎样准？其实，当我咧想即个名词的时阵，中文咧讲回转，爱安那，或倒转来，也是讲掉头，也是大转弯。我想想咧，遮个解释拢好亲像遮个拢有咧讲着，但是啥物叫做回转呢？坐倒转来要坐去对？坐270度。是90度，也是咧讲要翻头、掉头。哦，有当时咧想想咧讲，有啦，这有迄个意思，但是无方向啦。我讲爱U turn 这个字，因为英文的字 U 就是安那，180度啦，180度说转来，迄个东西就是咧讲迄个咱的价值伫遐。保罗咧讲，伊家己的经验，伊家己所面对着的代志，伊伫遐有洗头，有洗翻头。迄个洗翻头是一个180度的翻头，所以伊伫遐咧讲，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甲伊看作损失。毋然呢，我看做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最上宝贝。伊伫迄个所在，其实对第7节，一直到第9节，拢咧讲即种价值，伊的人生的价值，迄种的U-turn，180度的转换。若用即个图来讲，会更较清楚。讲我一向认为有利的，
迄个利益有可能是对正边去，但是当为着基督的缘故，我甲遐看作亏损，迄使倒边去。本来是利益爱得到的，我今仔甲看作讲安尼，互伊损失去袂要紧。伫迄个所在，伊咧讲伊的价值观的规个变化，伫遐来翻头是180度的翻头。简单来讲，就是对自我中心开始行到讲，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即种的忧伤。过去拢是用我做中心，但为着基督的缘故，我愿意做甚物？你会看到讲真济的信仰前辈，其实伫伊的信仰内底，就是因为安尼，伫遐来做改变，伫迄个价值顶头，伊来做选择。我的故乡有一间真出名的学校，叫做广东高工。这间学校伫20世纪的60年代，拄好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伫遐来做因的董事长。一寡天主教遮的神父做董事，因伫遐咧想讲，台东无高中，无五专。所以，毋茫甲即间广东高工看会使升级做五专无？迄当阵的台湾县教育厅嘛已经同意，讲互即间职业学校升级做五专。这是一个真自我中心的想法，也是伫中国即种思想、功利思想内底的一个想法。董事会拢通过。伫遐准宪讲要来进行的时阵，创办即间学校的白领会天主教白领会的神父，因伫遐咧参详，伫祈祷的中间，因的心不安，所以因到尾咧问一个问题：即间学校创立的目的是甚物？因伫祈祷的中间想着讲，即间学校创立的目的。就是因去到台东咧宣教的时阵，看到真济原住民的家庭，因为无技术，因为经济弱势，伫遐生活了真艰苦。因毋茫训练遮的少年人，伫个所在会使有技术来改善经济。因当因想到遮的时，因知影讲，若换做五专。即阵因看做弱势、善向的青年人，有可能无迄个机会入去。所以到尾，因伫遐推翻即个董事会的意见，坚持讲台东即间广东高工无要升级做五专，继续留伫职业学校的内底。迄是咧，因毋是用自我做中心。那用自我做中心，升级起来，这是台东第一间的五专，通好骄傲。因毋是安尼，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因看到遮个人的需要，因知影讲，伫这个姊妹社一个来服侍因的时阵，就是咧服侍基督。因甘愿伫遐继续顺服，这就是一个伫迄个所在因所表现出来。毋是干那安尼尔，伊个所在因咧讲，信仰咧讲的是基督先赢咱的态度，先赢得着咱的态度。伊先得着咱，即种的信仰态度，时常是咱袂记得去的，因为咱会时常用家己做中心，讲是我要来教会，是我要安怎，是我家己决定的。但是伫约翰15章的16节。伫迄个所在，耶稣伫遐咧讲，毋是恁经我，是我经恁。迄是一个，当咱搁一遍讲咱要安怎来看到迄个动力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得。伫遐，伫腓立比书保罗伫遐所表现出来，即间高工，其实伊所用的。学者无符合教育厅的学者，伫迄个所在，真济
日时因爱伫工厂实习，暗时较来上什物国文、公民、数学遮个物件。数学嘛毋是照着即个叫做教育部讲遮个课程来，因是咧教因家己伫工业顶头因所需要用到的物件，所以课程真济拢甲教育部有冲突。伫迄个中间，到尾伫1985年创办的习近平神父，伊过身了后，中国天主教讲咱要转来行教育部的路，所以对迄个开始了后，即间高工就开始渐渐失去本来迄个精神，伫技术顶头开始流失去。当时人为着要追求什么？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咧甲因讲，咧甲遮教会人讲爱安那继续奔走，毋是咱咧经基督，是基督已经成经咱。若无即种的思想，咱时常会去看别人，想要甲别人共款就好。伫迄个爱五头前来跑走的中间。保罗伫遐咧讲一件代志，讲爱袂记咧背后全力来追求头前的代志，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伊毋茫讲伫跑走的中间，毋是一面跑走，佮一面想讲，安尼我对啊毋对？咧跑走的时阵，就是全力伫迄个所在来冲。这是咱爱去学习的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因为跑走的时，咱若阁继续往后壁看，你会发现着讲咧跑走，迄条路无法度伫遐来得，就好亲像耶稣伫路加福音内底伫遐咧讲手划着犁头，往后壁看，伊不配进上帝国。即张咧转的时阵，即个影，即张图准去无去啦吼。啊，我讲安尼嘛袂歹啦。我咧检查了，讲安尼嘛袂歹，互咱安那无搁回头去看。但是咧跑走的时阵无回头，毋是讲安尼你就咱戆一直冲。信仰内底甲咱讲一个真重要是，咱爱有迄个安静的时间，爱有去追求上帝旨意的时间。信仰毋是干那戆一直往头前冲，是不时爱停落来，爱伫遐咧问讲上帝你的心意是甚物？所以伫遐保罗咧讲，即个是讲，当我要往头前，我会知影目标伫遐的时阵，我要伫遐一直往头前走，毋是搁伫遐来讲，安尼对啊毋对？我是毋是爱搁走来什物所在？用安尼来讲，往着迄个上帝国的目标跑走，但是咱需要有啥物安静的时阵来追求上帝的旨意。咱咧行，咱咧走，到底对啊毋对？就好亲像遮个神父共款，伫咧往头前咧走，大家讲好，咱的目标就是要成做五转的时阵，因伫遐安静落来，咧喙讲，这敢是上帝你爱阮做的代志。迄是一个真重要的时刻。保罗并无否定讲这个时刻的重要，伊咧讲的是讲，当咧跑走的时阵，毋通一面走，阁是一面想讲，也阁有好康的，是毋是要过来安怎？所以咧讲换新的动力。当咱咧讲换新的动力的时，迄个换新的动力其实毋是伫咱，是伫耶稣基督。当咱若一直用家己做中心的时阵，你会发现到讲，咱随时就会安那亚神。咱随时就会忝，咱随时就会失望，因为真济代志拢毋是照咱所想象的。若照咱想象的，伊伫我的人生内底，若照我家己想象的，我应该是伫台湾第一个，应该毋是讲第一，应该是台湾上少年的牧师。
上少年就会使诚做牧师的人，因为我提早入学，幼稚园读小班了，我就甲阮老爸讲吼，幼稚园无意思，我要来读印尼。所以幼稚园小班读了，我无读中班，无读大班，就去读印尼。读印尼是去寄读，寄读了啊，人毕业我就印尼读了，我真理所当然变做2年，就安尼去。毋是干那呢？我搁伫因为见识真重，所以我毋免去做兵。所以伫我家己的想象内底，我咧读新人的时候，我就家己讲吼，我可能是台湾上少年会使诚做牧师的人。迄是我家己的思考。但是真趣味的是，当我诚做牧师的时阵，当我诚做传道师的时阵，我的同学詹医生牧师诚做我的小会议长。当我要奉牧的时阵，是我的同学魏建祥牧师来甲我主持奉牧就认真的。我诚做愿意办上万诚做牧师的人。当然毋是伫咱，迄个当然毋是伫咱，是伫耶稣基督。真正咱若敢若想着家己，毋是对耶稣基督来，咱的心境就野性。所以咱要怎样？伫咱的人生内底去明白上帝的心意，真重要的。咱要怎样信靠耶稣来行伊爱咱行的代志？即个土地顶头要安怎讲出迄个公义？要怎样领受圣神来实践听？这诚做咱无论什么时代，拢着去面对着的挑战。今日是教会。教社奉献主日，教社委员会就是一开始叫做社会福利委员会，咧关心社会，对安尼来改变伫时代变迁的中间咧讲起，安尼教会甲社会的关系是啥物？伫遐咧开始来行讲，咱要怎样伫社会顶头用关心社会，伫遐来诚做。福音实践的困难，所以咱今仔日咱有叫做公义和平，这是一块咱去关心的，是关怀生态，这嘛是咱关心的一块。然后，阁有遮个关心弱小，也是讲去关心遮个需要关心的人。伫救难救济，嘛是咧实现遮个代志。希望咱大家会使为着。教社毋是干那奉献尔，毋是干那金钱的奉献，拜托恁爱奉献恁的祈祷，为着教社委员会所咧推动的事工，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互教社委员会咧推动的事工，会使真正符合伫上帝的心意内底，伫台湾这块土地顶头，继续来为着福音。为着上帝来诚做见证，三甲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面头前献上感谢，因为阮知，若无你先拣阮，阮若家己看家己，阮真容易伫遐来野生失去望望。求你的神扶持阮，互阮通知，阮就爱大声追求你的旨意。伫遐按照你所定着的目标来跑走，虽然有当时阮爱受苦，但是阮愿意亲像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内底所讲，阮要用受苦，通过听甲受苦来诚侪望的记号伫即个社会顶头，帮助阮，互阮学习你的款式，互阮伫阮的社会中间。追求公义、和平、甲人民，互你的国临到伫即块土地顶头，做求你的神继续引带带领阮每一个人，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互我捌伊甲伊国外的权能，以及有份伫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腓立比书3章10节，互我捌伊
甲伊国外的权能，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为了必须三章十节，三角的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98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林婉仪执事、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请看周报265页。第2点，今仔日是总会教社奉献主日，特派
黄德甘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感谢黄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3点，建堂委员会报告，非常感谢今年有168位会友参加建堂的奉献，到6月底为止，拢总有356万，累计达到的目标是59.3%。伫顶礼拜下晡召开的中执会时，建堂委员会财务组有邀请大家来鼓励填写，也是更新建堂的认献单的活动，鼓励搁较侪人会当做伙来参加延长奉献的年限，也是提悬奉献的金额。同时嘛邀请未填写认献单的会友共同来参与。若是无想要填写认献单，但是愿意伫每一个月第4个礼拜来参加建堂奉献的会友，嘛是非常的欢迎。请大家安静伫上帝面前祈祷了后，然后来回应。认献单若是重新填写了后，会当直接交予建堂委员会财务组市公务长老。请大家继续为着建堂的事工来祈祷。第6点，教会为着设教150周年，教会筹备制作上山150年纪念特刊，要将会友每一个家庭的相片存留伫特刊的内面，欢迎会友提供家庭的相片，若是无满意的相片，嘛是会当伫8月31日联合礼拜了后，伫3楼，教会3楼有专业的同工会当来协助翕全家的相片。若是要参加的，请伫当日，每一个家庭的成员爱准时来参加。另外，提供相片也是翕相的人士，请向数位传播组詹怡长老，也是王恩信陈明启执事来问，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来人客，就是黄牧师娘，咱欢迎黄牧师娘。好，谢谢。好，咱若要参加咱的音乐会，150周年音乐会，伫8月31号暗时7点音乐会，嘛请会记哩爱伫1楼公布栏伫遐来填写报名，才会当互你票，也是讲你会当甲小组长讲、甲中级讲，拢会使，也是伫网络遐报名拢会使。好，这是咱做伙来公道，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为着咱建堂的事工，为着咱逐样的事工来祈祷。咱也为着怀孕的姊妹语文来祈祷，为着大院的机体如黄明月，这是文梅姐雷文梅姊妹的大家伊车祸，所以伫迄个病院伫中华中基病院伫遐大院，咱嘛恳求主来医治，来帮助伊。伊虽然还袂信主，但是咱已经请迄个中基的院牧部会当去甲伊祈祷，去甲伊关心。好，咱嘛为着身躯欠满的这兄弟姊妹，佑春节林水长老、龚基姐、赵明兄、苏慧杰、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民主姐、洪美姐、丁友兄、俊贤兄、伊利、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互咱开喙为着这集体，为着这事工来祈祷。主，愿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搁一摆提醒阮爱换心，阮袂当搁亲像以前还未认捌你的时共款，活伫黑暗甲绝望的中间。主，恳求你帮助，互阮毋是靠家己，互阮会当靠你，会当得到重新的快乐。主，恳求你帮助，互阮众兄弟姊妹也会当伫基督的顶面有信心，互阮知阮所祈祷的代志，虽然阮长期拢在祈祷。虽然有一寡代志无按照阮的想象在发生，总是阮相信你有上美好的带领。
阮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伫病院的、伫厝里疗养的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帮赞，也互因得到适当的医治，也伫厝内人的关心的下面，祝互因的信心哪来哪坚固。阮也为着怀孕的余文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伊甲伊腹肚内的胎，互因拢会当平安顺遂。阮也为着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看顾遮宣教师，互因伫无共款的所在会当报扬主你的福音。阮今仔日也听见教会甲社会的安尼的需要，也恳求你保守帮赞，互教会会当成做社会的支持，也互兄弟姊妹做伙伫遮，为着阮所发生的遮个代志，做伙共同来祈祷来关心。阮也为着阮的世界也台湾来祈祷，恳求你帮赞怜悯。虽然阮发生遐尼侪代志，有真侪战争、灾难，拢是出自人的私心甲贪恋，总是主，阮恳求你的赦免，也唤起阮的热心甲祈祷，互阮的热心甲祈祷会当伫世间人的面前做无共款的见证。主恳求你也引带阮的教会，伫面对即个真多变的社会，主恳求你赏赐阮就是侪同工，互阮有智慧。互阮会当有靠你来信心的引带，伫做事工服侍顶面有上帝你甲阮同在，互阮无惊偏错，也互阮行伫合理的旨意的中间。阮也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互阮的每一时每一刻拢会当活出合理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信诗，圣诗397首。吟诗后，请弹幕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